这是阮爸户口簿仔甲身份证，你是安怎摕到呀？阿伯，你使转头吧。会当来上课读册啊？有欢喜无？啊，我阁想过毋免读册。阮爸迄个人哪有可能答应啊？你是安怎做的？阿伯，这个作品叫做《没有说出口的话》，这张就是小颖无讲出嘴话。爸爸，再好力！这张纸哪会写？虽然迄个时阵你人无伫咧，但是小颖心内一直拢是你。你永远拢会记得我你赶出去迄天，但一点仔就想袂开啊。为什么一个人会欺负另外一个人啊？这些物件，而且佫是我的亲生爸爸。阿伯，我就是知影小颖心内的痛苦，才会是冲动。对你无礼貌，我即马甲你回息咧。我这个爸爸真正就失败，我唔知迄个心内遮痛苦。阿伯，小颖讲，伊第二届离婚的时阵。菲菲的妈妈无要伫菲菲，伊就该收养。小颖讲，其实伊是一个好人，只是自私啊无定性尔。阿强啊，我咧想哦，无得较以后你会阁去爱着第五个还是第六个查某对无？讲实在啊，这是有可能。啊，既然安尼，你干嘛阁坚持要带菲菲去上海？其实我嘛想过，我看伫个上海生活偌久，我早晚嘛是爱倒来台湾过生活。对嘛？啊，你那就需要和菲菲安尼走来走去，囡仔需要的是稳定的生活，敢毋是咧？嗯。嘉庆，我敢袂当拜托你一件代志。阮爸甲我交代互你，伊是安尼讲的，无毋对。恁爸拢同意哦。我才袂咧，我毋是物件佫交代咧。王庆，你莫有白想哦。啊，毋过，感谢。啊，别啦，但是恁爸甲你交代互我呢？我知啊，啊，毋过我讲过啊，我无相信感情。啊，小颖啊，啊，阮我囝规暗拢无困，替你解决问题呢，感觉恁拢无一点仔感动。系啊。歹势，无感动。嘉庆，我看你过来。